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昨透早真侪所在拢有落3月雪。因若昨暗，阁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毋过只是波冷空气较大，所以是会转做大冷的天气。明仔拜四，冷空气就会开始减少，会到啊回温。因若合欢山伫今仔日透早积雪还阁有11公分半，因为车路即马结冰，所以公路局是宣布台北线甲第14架线大武岭才会落单，车链一定限制爱挂雪链仔才会当驶起哩。宜兰太平山的蹦蹦车背景是有够水的雪景，就敢若伫个囡仔国的世界内面。伫个白色对比之下，车身看起来是搁较影目。吹风山庄开始落米雪，啊，毋过这个雕像看起来就敢若伫顶悬，也一盏唐僧共款，互游客是看甲足痛的。咱们来这过年，来这拄着雪，真兴奋的。今日大陆冷气团发威，低温水汽真高，各地山区拢开始落雪，海拔差不多1500公尺的桃园拉达山变作银白世界，有够水的雪景嘛，互白云山庄的游客是痛甲，就算是冻甲冷叽叽嘛爱耍雪球，无得对雪地内面的脚影响前行。另外海拔的高度同款是无到2000公尺的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眼前白苍苍。都亲像去雪国冒险。那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关渡地区在凌晨下起了3月雪。那现在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到2度之间。那目前林路步道雪的积雪厚度也大概有4到5公分。新竹尖石乡新光国小的运动场，嘛互白雪规个砍掉，宣布拜日天气一天。玉山气象站透早上低温是来到零下2.6度，涂骹就敢若穿白色的地毯同款。地东的嘉明湖嘛在落雪，变做敢若人间的仙境。石头顶悬都敢若垫一顶白帽啊，互山友一直话讲运气介好。合欢山的武岭和梨山拢出现3月雪美景，福寿山农场的澎湖厝就敢若夜唐僧同款，天地嘛变作银白世界。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民众唔惊寒嘛，要来看美丽的雪景。不过一波一波的冷空气是一直来，强度有可能到寒流的等级。不过这波冷空气偏大，对拜四日时开始冷空气减弱，各地都会看到日头出来，渐渐会开始变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透早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因若透早伫台湾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敢若4度2。咱来看分度。今仔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也有恒春半岛，拢有可能会落局部地渐雨。因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温度就会开始到啊回温啊，也毋过嘛要提醒乡亲，早暗的温差是较大，早暗较凉冷，乡亲早暗爱记晒衫。继续来关心全台湾总产量上介悬的后壁区杨芳瓜，即马因为天气寒，杨芳瓜拢袂大。另外，山野的花期嘛有受影响。有农民就讲，7月份热天，山野要大出来时，今年产量有可能会减一半。这嘛显示气候变迁对咱农业的影响已经愈来愈厉害。农民们咧甲杨芳瓜装箱，准备要出货。因过咱后壁杨芳瓜伫2月底就开始采收，不过今年气温较低，地须延到3月中才陆续采收。这摆果子的瓣头嘛，因为气温影响变较细粒，因为每箱12公斤的箱仔装7-8粒就满。即摆就需要11粒才会满，这农民讲，这款状况较罕见。进前一粒拢会当2斤3斤啊，基本上大概减少个2成啊，比较冷啊，冷的时间太长了。成熟的时阵吼会拖较长，但是因为凉冷的影响之下，阮的甜度其实拢保持住的。目前一粒杨芳瓜平均1300公克，比永年减200公克。另外，拍卖价销是创新高，1公斤飙到300块。虽然价销好，不过有农民指出量嘛是无出来。
1公斤平均吼拢有260块左右哈，啊上摆吼均价嘛150块，拢比起以往吼拢加30-40块以上。气候异常影响的唔单单油芳龟、山野嘛是，即阵当是花期，对年初开始经过3摆大雨甲低温的冲击。地属花无都受损，有的甚至个炭厝病，叶仔发乌，果子冷气，农民估算7月采收的时产量会减半。到2到3批花到目前为止，最后这一批花都不断的有寒流跟下雨，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我是觉得可预期的是蛮大的。如果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损失大概至少要1半。气候变迁的影响愈来愈明显，花期乱，果子无结果，靠天食饭的农民生活真辛苦。气候变迁成做农业上大的挑战，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提早应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国民党伫立法院启动核电延后退役的修法，今仔日会召开公听会。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副召集人、绿色的董事长董祖贤，伊会提早录影的方式伫现场发表看法。根据联合报的报道，董祖贤会伫影片内底学了核能有5大优点，伊嘛主张绿能、核能爱同齐发展。来看自由时报，香港市中部交往的九州外交集团总裁陈正国，伊即马是互指控乌西正刑事警察局的警官林明哲，暗砍伊跋筊洗钱才会犯罪。陈正国17日是互台中地方法院裁定2亿交保，也毋过台中的检方不服，即马要提出控告。另外，前警官林明哲是以12万交保。继续看中国时报，香港的第一好野人林嘉诚，伫进前伊宣布伊要甲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经营权卖予美国的集团，风声即马中国北京正生气，讲要调查。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表示，任何的交易拢爱合法，也毋过并无讲敢要用香港国安法来办李嘉诚。也那中国北京的高层即马已经指示中国的监管单位爱介入调查。继续关心台海的情势有较紧张，拜一正罕见，中国发动2届联合战备警巡，出动59架军机、9架军舰，甲咱台湾包围起来。咱的国军嘛有出动军机、军舰来应对，嘛有随发表强军的影像。针对中国外交部讲，因是伫台海军演。也毋过，咱国防部长顾立雄昨是表示，咱国军所掌握的是联合战备警巡，双方的讲法无同。也那总统赖清德的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嘛已经出来啊。国防部是指出，台海作战的形态有出现6大转变，另外台美军事交流合作的内容嘛有明显增加。海军总营军舰官兵提前去行监控中共贵人舰双方形成对立的局面。另外一边，岛江舰负责跟踪温州舰，滇南军舰嘛跟踪泰安舰。海军捍卫海峡，无要互中共的军舰侵门大户。台海情势紧张，中共17罕见的一天展开2届联合战备警巡，出动真侪军机拦扰台。国防部发布查到59台强机，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隙43台，国家强舰9架，2粒空飘气球，形成4面宽台。国军严于应处，嘛主动发布 F-12V 监控中共的攻击无人机、P-34反舰机监控无人机的相片。中国外交部讲是强军伫台海军演，批评美国伫煽动台独。联合战备军巡，历来大概就是1个礼拜差不多就会举行1次嘛。昨天比较特殊，只是说在上午举行1次。的1次之后呢，不过他的军舰其实抵近20海里没有离开，然后之后下午他们的这个空军有在进来这样。顾立雄谴责中共是台海麻烦制造者，国军掌握强军的军事行动是联合战备警巡，两方讲法无同。两岸需要坐下来谈，那怎么样能够谈？这个我觉得考验赖清德政府。3、4月本来就是中国军演的一个高峰哦，就跟他们8、9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样哦。中国呢，永远都一定会找一个理由，然后说这是他要做军演的目的。国军强化建军备战，应对中共威胁。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嘛公布，提起台海作战形态出现6大转变，包括环台战略已经时间缩减，间谍
强透明度提高等，各军作战的整备方向走向导向旗帜论成防卫，也是外界关心的台美军事交流。有独立的一篇，内容嘛比较早较济。特别是非常期待经由各位贵宾的协助，后续台湾跟欧洲的关系能够持续加强，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赖总统18接见玉山论坛贵宾，强调台湾会继续甲国际友谊做伙努力，对抗极权主义的扩张。希望台湾甲欧洲的关系会当持续加强，共同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警察是有公权力嘅公务员，结果即马竟然有警察伫抖音顶头注册，讲伊家己是中国人，甚至佫讲一寡统战的言论。中立分局表示会去调查，卖严办。桃园中立分局传出有一个姓叶的警察，伫抖音用简体字注册口罩，用中国统战的名词“台湾当归”，甲伊伫平台的名号做“灵魂小当归”，而且小解讲伊是公职人员，嘛是中国人。相片的倒边还佫写“我爱祖国”，是引起真大的争议。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公职人员讲话甲行为都要较谨慎的。我觉得不恰当啊。怎么说？因为他是台湾人民的警察，怎么会去爱祖国？我觉得远警做这件事其实蛮不适合的。怎么说？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公务员啊，所以他应该就是台湾的人，他不是算是中国人。中立分局初步了解，这个姓叶的警察，伫2021年至2024年下班时间，伫影音平台发表3篇文章，其中2024年11月7日，翻点过12点34分，打出伊日时伫中立警分局门口的相片，注明伊当咧上班，已经伫去年12月份为网络顶摕落来，不过嘛影响外界对警察都爱中立的看法甲原则。本分局将严查到底，并追究相关行政责任，绝不宽待，如涉不法，依法就办。目前，这个姓叶的警察，伊的口罩已经关起来。中立分局强调讲，针对警察伫网络顶铺文甲言论，会检查到底，嘛会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若是涉及不法，会照警察人员奖定条例来甲办。公司新闻桃园报道。继续关心新加坡仁和科技这间台湾分公司，伫去年因这间公司有接到国泰世华银行信用卡核心系统升级专案，也毋过即马说红亚讲，因这间公司背后有中国资金，即马红讲是中国北京一间科技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这是引起资料外泄的疑虑。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时证实讲，这间仁和科技公司确实是中国资金的公司，已经依照两华条例罚217万。国泰世华银行嘛讲，知影了后就提早结束契约的关系，所以资料拢无外泄。新加坡省仁和科技台湾分公司去年争取和国泰世华合作，引入因开发的信用卡核心系统。不过后来标出仁和科技公司意思是中资泄露来台湾，承接台湾金融机构的业务。18经济部长郭志辉证实，仁和科技是中资公司。调查以后确定这个新加坡商任何科技公司是具有入资控制力的。确实为入资公司，所以我们将依两岸条例第93条之一的规定，那么处以新台币217万元的罚锾。国泰世华发声明回应，2月20日已经按照契约通知仁和科技，提前终止契约，到目前为止拢无使用仁和科技提供的系统。另外，也委请中华资安公司就仁和科技交付的原始码进行检测。经过3月10日的报告，结果确认无奇怪的后门等等的内容，无资讯泄露的记录。金管会主委潘金荣表示，在金融监理上，针对金融机构委外，无限国家甲地区，全面要求针对资通安全的系统拢爱规范，特别是高风险地区。我们在金管这部分有2个重点，一个是治安，一个是只要任何碰触到客户资料的部分，我们都会做更严格的管理。针对中资的公司疑似泄露来台湾承接金融业务，信用卡专家指出，民众若烦恼资安外泄，会当采取自保的措施。民众如果有个资疑虑的话，我建议就是一律先停卡，先不要去使用它。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个资外泄的话，就是可以要求银行把你所有的个资删除。那你在卡片结清之前，就是账款只要付完之后呢，卡片就可以办理结清，那账户也可以结清销户。金管会银行局表示，会请银行公会检视资通安全管理规范、强化管理机制，
降低国家资通风险，也研究跨部会合作，对安怎管理治安厂商进行资讯交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玉山金矿伫早暗因召开重大记者会，宣布因要开27亿外去买保德信投信全部91派股权。若是等主管机关金管会核准，因就要启动这件合并案。伫日浪17年了，玉山金搁再登到投信的战场，昨暗开重大信息记者会，宣布董事会决议通过登记股权投资案，将并购保德信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91.2派股权，投资金额27.62亿。第4个10年，我们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够壮大玉山的版图。好，那也希望可以壮大玉山银行的版图。那壮大玉山金控版图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就是把我们证券生态圈的给它完善，投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玉山金伫咧进前包括投信的子公司，伫2008年甲投信的经营权100%拢卖出去。玉山金讲，迄当阵甲只卖考虑点已经无同，这回为了要扩大金矿的版图，备战台湾进入金矿2.0时代，并购保德信投信，将会当帮助伫咧证券市场研究等方面扩大服务的量能。股利的配发不会有影响，不论是在事前决定，或者是这次这个并购案宣布之后，都不会有影响。那这个日期双方都很难是去说哪一天是我们的目标。好，那但是我们都有共识，越快越好。新兴病和金矿的版图洗牌，因为玉山金的重要信息，就是宣告金融整并大代志，搁增加一件。玉山金讲，保德信正重视送件通过可能性，所以会伫上短时间内向金管会送件，而且挂保证，保德信投信员工全部拢留来无问题。不过，这项交易也该等主管机关核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罗西亚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停火可出现希望。这是18时，美国总统川普有和罗西亚总统普丁通电话讲点半钟。即马罗西亚是同意要暂停攻击能源设施30天。白宫的声明内底嘛讲，两个领导人拢有同意要对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开始停火，所以新的和平对话真紧就会开始。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是表示，已经为罗西亚也未准备好要结束这场战争。伫咧美国总统川普甲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电话了，克里姆林宫发声明，普丁讲，俄罗斯甲乌克兰要解决冲突的关键条件是支付的外国军事援助加情报提供要全部拢停来。对川普所提出的俄方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暂停攻击30天做出积极回应，也已经对军方下令。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真实社群答文讲，甲普丁的通话正顺利、正有效，也讲若是当初伊连任，这场战争就袂拍。另外，白宫也发声明讲，中东正紧就会开始新的和平对话。Which on both sides have been suffered severe damage over recent years, and then from there, the U.S. plan to extend to targets in the Black Sea as they try to rebuild economic corridors, and then finally a final complete ceasefire. Real test is going to be, does this sort of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ctually materialize? 伫美俄领导人通电话了，18访问赫尔辛基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美俄谈停火，乌克兰无参加无啥欢喜。Знали всі ці деталі, щоб партнер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з нами, тому що в цій війні дві сторони – Росія і Україна. 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домовлятись,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ивно. Будь-який час у нього є там телефон, немає питання, ми готові, проговоримо з ним наступні кроки. 美俄通话时阵，也个讲到，川普支持普丁的想法，就是两个国家可能会当拍一场冰球赛，会当伫美国，也会当伫俄罗斯拍。这段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有讲，不过白宫的声明内面是无讲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是伫网络顶悬提出质疑，伊是质疑讲前总统拜登伫落任进前，拜登有签几若百份减刑案，也有特赦令。不过川普是认为这拢无法律的效力，因为伊讲这文件拢是用自动签名笔签的。另外，美国前总统甘乃迪轰刺杀这个案已经过60多年啊。川普表示，伫今仔日伊要公布所有的
机密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真实写大文，即期前总统拜登伫今年1月卸任前签署包括家己后生亨特在内几多百件减刑案，甲可能互川普针对的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的移风性的下令完全无法律效力，因为拜登伊毋是亲身签名的，是靠自动签名笔代签。To follow up on the Biden auto pen, are those executive orders, those pardons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now null and void? Well, I think so. It's not my decision. That'll be up to a court.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null and void because I'm sure Biden didn't have any idea that it was taking place. 根据美联社报道，自动签名笔伫美国已经有65年的历史。若输入个人的签名样本，机器手就会提笔复制签名。进前，美国总统、政府官员甲国会议员拢用伫签署批函甲法律文件，而且美国的法律嘛无规定，这文件必须要有总统的亲笔签名才有效。另外，川普撤销前总统拜登子女亨特甲艾希莉特勤局慰安保护，并且虽有效。川普的真实社群大文表示，艾希莉有13个特勤局干员大心保护，也有亨特，这些费用拢是美国的纳税人伫付钱。而且根据美国联邦法，敢若前总统甲伊的配偶会有特勤局的终身慰安保护，啊，毋过因16岁以上的特殊亲属，伫卸任的时阵慰安工作需要停。只是川普甲拜登伫离开白宫之前，拢甲子女的慰安保护工作延长6个月。川普伫1月23日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全面解密甘乃迪互人刺杀的档案。甘乃迪过身已经超过60年，伊的死到目前也是有各种的讲法。美国国家档案局伫最近这几年释出上万个刺杀记录，不过有几多成分拢互白宫以个人理由暂时保留。国家2022年12月，差不多500万页最新机密，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差不多97%的档案文件。We are tomorrow announcing and giving all of the Kennedy files. 川普虽然无讲会公布多一寡新的详细文件，不过嘛表示所有文件拢会完整公布，未经过任何编辑。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因为不满川普关税政策甲川普的言论，加拿大国内因即嘛是加一阵抵制美国的风潮。多伦多的市长宣布要取消民众买特斯拉的补助。另外，伫寒冷的时，有一寡加拿大人会落南去美国佛州过冬，即嘛有人嘛讲袂愿过去啊。这是福州的业者真烦恼，讲因的生意会受影响。也若拄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出发去英国甲法国去访问，要争取澳洲的支持。We are giving incentives for people to migrate into electric cars, except we will stop giving incentives,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buy Tesla. 美加贸易前阁升温，加拿大多伦多华裔女市长周志辉17宣布，甲特斯拉为电动车优惠名单启动。多伦多为了鼓励民众使用电动车降低碳排放，提供购买电动车做机能车也是共享汽车人有补贴的优惠。啊，不过看加拿大甲美国的关税战愈来愈激烈。多伦多市长把箭头指向马斯克的特斯拉，按算反税做到美加2国的贸易问题得到解决为止。另外，美国加征收关税嘛冲击加拿大经济，互加倍变波，也有可能降低酸鸟族去佛州度假意愿。加拿大人为着美寒冬，常常有人去佛州过冬，这人叫做酸鸟族。去年去佛州的加拿大酸鸟族创下320万人的新高，若是去全美国的加拿大人是超过2000万人，创造205亿美金的消费支出，互14万人有工课。We like the weather here. We don't like the snow, so we will continue to come for sure. I think the main impact would be if the Canadian dollar is dropping again. This will be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snowbirds won't be coming to Florida because of the Canadian dollar. It's pretty bad now, and I think that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coming. And they love Hollywood, and for years and years they come down here and
They spend a lot of money with us, so we are concerned. 川普目前已经对加拿大的钢价、阿鲁米扣25%的税，佮威胁茶甲粘制品要扣更较侪税，而且真侪改革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州，甲因降级，互加拿大人正反感。因伊拒绝买美国货，取消特斯拉优惠，到拒绝去美国佚佗，透过行动展现团结的力量。新总理卡尼嘛，伫上任了后，随去法国、英国访问，强调可靠的盟友的重要性，无表明美国总统川普必须先停止对加拿大无尊重的言论，两国才会当就未来关系展开会谈。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伫昨昏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用行动宣告延长停火协议谈判破局。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讲，空袭是为着要回应巴勒斯坦军事组织哈马斯几若届拒绝放人质，无愿意接受协调延长停火。若加沙是回应表示，这届的空袭是造成上高有400个人死亡，也有超过500个人受伤。继续关心洪都拉斯当地时间8日暗时发生空难，一架对罗阿坦岛起飞的细架飞行机起飞无偌久，随摔伫加勒比海。飞行机顶有18人，有12个人死亡，5个人活落来，阁有1个人失踪。继续看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川普政府当地找企业和外国政府斗3天，要来阻挡中国摕到美国的晶片。美国的商务部长嘛表示，伊认为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不当使用美国晶片，警告讲美国若是失去台湾晶片，安尼代志就大条啊。美国下党派的参议员有提出法案，要求美国的行政部门爱甲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或做台湾代表处。长期以来对台友善的这议员因提案是表示讲，改名会当互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代表全台湾的民众，唔是干那台北市的经济利益尔。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相牵连，台美的关系最近几年一直深化。即马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台湾代表处法，呼吁甲台湾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承认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台湾人民，毋是干那代表台北市的经济利益。法案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长期友台的美国现任参议员孔希雄。And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Especiall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长期以来不分党派，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及强化台美关系的一致支持。孔希雄已经是第3届提出相关的法案。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也提出过台湾政策法，内容同款要甲驻处正名做台湾代表处，佮要强化对台湾的关守。We also have put forward legislation that we hope to pass very so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raining it will ne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e CCP's efforts.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当年甲美国友台的议员推动台湾代表处正名，2011年到2013年就捌提出台湾政策法，2021年众议员 Sherman 等人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到今年的台湾代表处法提案，拢显示美国国会挺台湾的力头。要改名呢，虽然谈了很久，但是中间呢也涉及到美国内部行政部门是不是能够执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捌做过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林认为讲，代表处换名议题可能引起北京的反弹，尤其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复杂，敢真正会当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恐惊阁有一段路爱行。因那驻美代表处对外因为台美无邦交，虽然甲大使馆的地位无同款，不过无影响到双方的交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国台办是表示，咱台湾北基文化的总编辑傅察2月17是伫上海公开接受审判，有风声讲伊已经被起诉，但内陆委会是批评审判拢是乌相作业，外界完全无法度了解规个审判的过程，所以陆委会嘛有提醒民众，总讲有要去中国，就爱先评估，爱斟酌敢有风险。伫上海去中国国安单位抓起来已经要2年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傅察，也就是李延浩，传出去中国必被起诉。国台办证实，2月17就已经一审公开宣判。不过代志到今已经1个月啊，咱国这边算是无消无息。傅察先生的案子，
我们政府都有掌握，但基于对家属的意愿的尊重，我们不方便透露细节。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讲，从案件发生以来，拢有咧掌握，配合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不过，中国所讲的公开审判，毋若曲水正甲突破，讲因根本是咧讲白贼。立委阁批评中国想要哪交流哪掠人，真正是恶心操白来。他是公开把它当成宣传样板啊，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作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所犯何刑，啊，他的证据双方答辩的这个法庭答辩的资讯，外界无从得知。那还有强调他对这个当事人的司法人权，还有辩护人的司法人权的确保，都是谎言。我想，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出版自由。而中国为什么这么怕复查？我想，复查这几年在台湾所出版的书，不管是整套的世界史，或者是他所揭露中国的现况，其实都已经让中国踹了蛋。陆委会呼吁咱国民众爱把复查的案件当作是一面镜，强调讲，若去中国确实是有风险，提醒民众爱做去中国动态的登记。也若声援复查人士的工作小组发声明，复查的案件对两岸文化交流会有真大影响。甲北京法讲应该公开审理的内容，确保复查法律权益。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总预算案的福基案后，立法院通过了后，即马监察院伫昨昏嘛宣布讲，因嘛要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监察院是强调讲，因是上大的受灾户，因为因的业务费拢互太了，已经影响运作。也若哪样是批评，民进党讲即马要办宣讲，是目的是要替大把面来赞声。不过，行政院长窦永泰强调，毋是，是政府要甲政策讲互民众知影。总预算案、福基案伫立法院会去互拿白联手通过，监察院认为因才是上大的受灾户，强调业务费去互删除超过96%，严重影响机关的运作。即马因正式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我们目前真正非常严峻的一个处境，我们监察院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进前行政院长窦永泰就强调讲，会找必要而且合法合宪的救济。不过行政院敢会得咧提释宪例，窦永泰并无正面回应。针对在野批评伊孝训时去宣讲是咧助攻罢免，窦永泰回应讲，广义来讲是甲民众说明政府的政策，这并无问题，主要是弥补伫国会内底时间无够说明的情形。如果国会里面的委员先进能够因此更了解行政院的立场，更了解政府的需求跟人民的呼声，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国民党17宣誓要推动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不过窦永泰认为讲这拢是无存在的议题，强调2个月前才执行过死刑，代表死刑在国内是合法的，并无废死的问题。若戒严，窦永泰表示，即马台湾无任何时空的条件来宣布戒严，以后嘛无可能。只有中国国民党有戒严的经验，也只有中国国民党不知道戒严的痛苦，也没有可能在今天往后有任何戒严的可能。不要在黑暗的房间找这2只不存在的黑猫。窦永泰还阁反倒转来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敢是忝啊，呼吁大家心中的焦虑甲偏见放下。不过2项公投哪样罢免是会推动，条约毋若伫罢免的议题攻防，未来公投案嘛会成做交锋的重点。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地方的消息。这是新竹市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伫私立的托婴中心趴咧困的时，尾仔发现无喘气，赶紧送病院。即卖还阁在加护病房。社会处是表示，接到通报了后，遂启动调查的程序，会保全监视器的画面。也若新竹的检方嘛已经介入侦办。社会处亦于3月13日派员进行稽查，并详细检查监视器画面，持续厘清事发当日照护人力配置以及幼儿出席情形。市府也将秉持严谨的态度，持续厘清事件的真相，并期待幼儿早日康复，顺利度过难关。
新竹的社工警员第一时间就有陪家长去托婴中心看监视器的画面，嘛有提供法律，也有心理支持，也有相关的帮助资源。托婴中心是回应表示，这个囡仔才4个月大，主要拢是倒的，无就是拍的。送去遐甲出代志，大约7点钟左右，是老师主动发现的。发现这个囡仔敢若伫背无喘气，叫袂应，就赶紧急救。嘛，赶紧叫救护车。托婴中心表示会配合调查。来关心引起社会讨论的，这是彼得肯2届跳出车窗，甲边仔骑奥多摆的人夹着伤，即嘛是引起社会讨论。昨昏动保处有去主人兜，甲狗仔带走，即嘛要等这狗仔情绪较稳定了后，再来评估看卖。看敢要开放认养，抑过外界即嘛是较积极讲，动保处乃无伫头一届狗仔降价的时，就甲即个主人开罚单，一直到第2届才有动作。即嘛台北市政府表示，会重新来检讨程序。甲挂喙笼防止伤人，彼得肯落去2届跳车窗加伤人。动保处人员去饲主主体甲狗仔载走，送去动保处本部，关伫独立的狗笼也没收。后续听候狗仔情绪稳定了后，经过评估，才会开放民众认养。不过认养人的条件必须是要有饲彼得肯的经验，安排在一个独立的一个笼舍里面来进行收养。如果最终有合适的对象的话，那会安排这只比特犬重新找到新的饲主，原饲主是不能够再领养。不过，即马传出有台北市议员伫超案讲情，唔知地属台北市动保处反应较慢，让真侪工才有采发的动作。对这代志，台北市生活局表示，初步向动保处确认的时阵，动保处表示并无这个情形。后续会阁进一步查清楚确认，嘛已经随要求动保处检讨采发甲作业天数，一定1礼拜内完成检讨报告。财政局已经开罚，最重是15万的，以及第一次裁罚就是20万，而且会将攻击性的犬只拨入。今晚表示，已经要求动保处一定要对饲彼得肯的人加强安全教育甲安全措施。兽医师提醒，彼得肯会加正严，万一互彼得肯攻击，千万唔通用拍，因为有可能致使彼得肯愈加愈大力。建议利用树蛙等物件转移注意力，甲伊的喙搅开。比特犬它们咬合力非常的强，它其实是一般狗的好几倍的咬合力。越打它或是越踢它的话，它其实会咬得越用力，越怕它的猎物跑掉。那像树枝这样的东西，直接塞到它嘴巴跟你咬合的那个中间的地方，尽量把它敲开来。彼得肯2届为汽车顶家己开窗仔跳车，加上骑机车人，引起社会议论。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饲主甲狗仔牵上车的时阵，后座的车窗开关无作用，软入驾驶座才甲车窗关起来。因为饲主讲彼得肯去吸到车窗的开关，这个讲法疑点真济，详细原因也有待后续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落，这是狗咬狗，还是狗咬狗？为着要保护原生物种，避免出现高山甲狗相搭相战的状况，伫高雄的寿山和半屏山对民国102年开始就已经全面禁止带宠物去爬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表示，虽然有宣传有禁止，也毋过也是有民众讲袂听，会带宠物来爬山。去年就开出6张罚单，阁有一个是。先讲就讲袂听，互加重处罚，罚3000块。看到狗仔挖过来，2只台湾狗连面开始警戒，随时注意看狗仔敢会冲过来。边仔嘛有高山在叫，哪像在靠盘过来斗3工，都是恐惊会发生高山甲狗仔相拍的状况。高雄寿山公园是禁止民众带宠物来公园爬山，除了避免狗甲狗的冲突，嘛是要减少一寡人甲动物共通的传染病，亲像家走、红糖等等，这都有可能会经过狗仔传染给主人。不一定要跟野生动物接触，它其实在草地上滚一下，或是怎样，它其实身上就会带了一些病染、传染源的东西回去。那回去了以后，不止狗狗会生病，其实它是人畜共通的疾病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传染到饲主。去年有184万人来寿山地区爬山佚佗。主管处表示，禁止带宠物的规定经过宣导，违规的状况已经减少真多。顶年甲去年分别开出6张罚单，今年甲当是有2件。平常时嘛，拢会有巡山员去巡查看到。未少来爬山的民众也讲，较早真侪人拢会带狗仔来，即摆哪像较少看到。是拢带时拢去看到狗那会小肥安尼尔。现在都A狗很多，他们带上去的比较少。
最近较无，就是有在宣传，政府宣传的较无啊，较唔够啦，较唔捌看啊。较早该接啦，啊，即摆无啊。主管处强调，禁止的宠物不是干那狗仔，只要是无属于公园原生动物的，民众带来遮拢是违规，罚款1500块，若是累犯也会加重处罚，变成3000块。记者柯家族区教育高雄采访报道。立法委员叶元之是被指控讲，伊伫工课中共霸凌，禁止员工请假，致使伊的助理工课压力伤大，尾也破病过身。接到跟检举了后，台北市的劳检处伫昨早是去伊国会办公室进行劳动检查，初步劳检的结果显示有违反治安法和劳基法，要求伊限期改善，伊嘛讲伊会配合。立法委员叶元之前日昨晚互民众检举，怀疑有牵涉职场霸凌，禁止劳工请假，互人怀疑叶元之的助理就是因为安尼工课压力伤大，才会破病过身。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接到检举了后，伫8日早起也去到叶元之的国会办公室进行劳动检查，发现无助理的出勤记录。当下没有劳工的一个出勤记录。那除了请雇主提出补充说明以外，我们也同时发现他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324条之3第1项的1款到7款，也就是没有设置职场暴力的预防措施。劳检处表示会通知叶元之第1个月限期改善设立预防措施。针对劳动检查初步的结果显示无助理的出勤记录，立委叶元之是表示，因为助理的工作时间较有春秋，所以无适转开的设备，会依照调查结果配合改善。看他需要什么，我们都配合嘛。那他有访问我们员工，我们员工都有跟劳检处的人说明啊。之前有生病有没有？他有没有请假看病？对不对？那就是有啊。另外，针对最近职场霸凌的事件常常发生，台北市劳检处也表示，因伫113年受理职场霸凌申诉的案件有776件，比111年轻中要外4倍。劳检处也强调，公司依法设立申诉机制甲预防措施，因若劳工准讲拄到职场不法侵害的事件，会使照公司内部管道向雇主或者是监督管理者通报。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地方公立的卫生所，因为待遇薪水较低，所以真侪所在拢请无医生。亲像伫台中，今年有10个区的卫生所拢无医生。卫生局就讲，因为遮大头较重，薪水较少，这是主要请无人的原因。门诊就爱靠其他医生来斗3工。有医生是建议政府薪水爱有悬，嘛爱减少卫生所的医生的行政工课，安尼才当请医生来加入。虽然伫人口真多市中心台中市北屯区的4名卫生所附近的民众讲，除了注预防针，平常时是真罕得过去，若破病会先去附近的病医诊所。我都是到一般的医院去看，很少到卫生所。有带小朋友去小儿科，所以只会来这边做。对，就是打预防针。都亲像4名卫生所，台中目前有10区的卫生所，并无专职医师进驻，其中南区的卫生所欠医师的时间够10年这么长。台中市卫生局讲，医师唔能爱经营门诊，搁爱配合中央推动流感和新冠疫苗各项政策，和行政小严，工课负担真重，但是薪水搁少，门诊都要靠其他医疗院所的医师来支援。全国的卫生局所都有跟中央反映过，但是他们一直在研议，还没有调整。即使我们没有医师，我们所有的业务还是在进行，有其他医疗医院或者是其他卫生所会支援。台中市卫生所欠医师，对2023年的5区，2024年升中到8区，今年是在90间。职业医师讲，卫生所医师的薪水和一般医疗院所请的医师来比，差不多是减5万到10万。若是家己开业，收入阁会当差到几十万以上，建议会当提高薪水，而且减轻行政工课的负担。譬如说，那个行政相应必须还要去商家那边啦，譬如有些医生可能也是会觉得说有一点比较忌讳或者毛毛的，或者是一些公务单位的行政工作，如果说能够减轻那个公务上面的一些行政工作的那个负担的话，
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得到人。台中市卫生局讲，专职医师有公务人员的身份，薪水差不多是8万到9万，目前有欠人的卫生所，拢请各区附近的医疗院所来支援。今年3月开始，嘛甲支援的费用对1诊3435块提悬到5000块，后壁会争取中央提悬福利和待遇，而且透过医师工协会来宣传，鼓励医生进驻卫生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家扶基金会经过调查，发现讲有超过35派囡仔可能捌受过不当精神对待，这是一款无好的教养方式，有可能是家长在大汉的时伫原生家庭有无好的经验，或者是家长工课也是压力较大。起某摆情绪无好，囡仔去扫着风台尾，才会弄死。若是出现这款状况，家长阁有意识，其实会当去上课，会当改变教养方式，去学正确的方法。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爸妈，就是以前爸妈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小孩。所以我也是，就是对小孩就是用吼用骂的。罗罗妈妈本身是单亲妈妈，家己一个人顾囡仔真忝。伊讲过去唔知安怎消透家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伊教养囡仔的方式。囡仔若做了无好，会甲囡仔骂。一直到参加家扶基金会亲子教育课程了后，才学到真侪检视情绪的方法。方案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对小孩来说，我们的规定是太过严格了。然后有时候是我们的情绪、外在的情绪带回到家里给小孩。家长情绪管理无妥当，也是家长捌有无好的成长经验，拢可能影响教养囡仔的方式。家扶基金会调查发现，有超过3成5的囡仔疑似受过不当精神对待，亲像大人伫囡仔面头前掺烂冤家，无要插囡仔，对囡仔要求伤过悬等等。家长会忙之急的，不太去回应，就是有关于孩子的需要的感受性啊，行为上有没有被家长去做回应哈，或者是家长对他的期待哈，其实是难以达成的目标。那其实这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些就是精神不当的对待。如果是经常反应频率的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对孩子是不好的。家扶基金会讲，囡仔互人精神不当对待，甲肢体家庭暴力无同，是较少互人发现。那长期精神不当对待囡仔，可能会出现囡仔郁卒、困无好，甚至是想袂开。家扶基金会讲，家长若发觉家己教养囡仔出现困难，无法度控制情绪，会当去上家扶的亲子教育课程，会教正面的教养方式，教安怎经营亲子关系等等，改善家囡仔的互动状况。记者郭郑俊由台北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台铁伫今仔日要阁推出新的山兰号观光列车。台铁表示，因是根据外包旅行社的统计，讲去年底推出海丰号观光列车生意真好，因为平均的载客率拢有9成以上，而且去年观光列车的收入有到1亿3千万才济，所以今年台铁打算阁要推出6种观光列车。采用邦寮的拿配加油号停伫大东站，会当开的车窗吊挂灯饰电风配经典座椅，充满古早味的列车，就算是平常时，阁拄到旅游的小鬼，嘛是有真侪怀念较早的旅客来坐。复刻这一台列车，那我们就是，其实我是想要做怀念，然后特别来订。当然无价值对，啊无你即摆普通人敢有法度坐即款车？疫情了后，坐观光列车的人是一直在增加。看准这个商机，台铁对去年开始新推出以 MU500型电联车打造的海丰号，马卡龙色调的车厢外观，定设计的座椅和餐桌，设计的灵感都是对蓝色的海水来的。配餐和旅客讲是甜正美的专车，上线了后定位率拢超过9成。台铁18宣布讲，10月开始推出新一季的行程，运行区间有到东北角。像海丰号就是女性客户会非常喜欢。目前根据我们的统计，海丰号有65%以上都是以女性的。台铁嘛要伫3月19推出观光列车山兰号，运行区间是花东纵谷，已经就算海丰号算2天8000起跳，重点放伫设计感和商务舱5项服务的名字号，继续搁较悬，算2天爱25900块起跳。实行专台宽度支持是看坐区间无同，算2天起跳差不多9000。若配列车相对较俗，台铁统计，去年观光列车都有1.3亿的收益。我们的车队透过这个我们包装之后，跟旅游者合作包装之后，其实它可能创造出来效益搞不好比我们自己的多。国旅市场够旺的话，就是让市场机制嘛，你让这一台列车能够持续的去经营。那长期经营的话，它可以去分阶段，比如说我先保留1/4或1/3的这个席位，让国际观光客来做
那个预约。学者分析，观光列车较重故事性、体验和感受，虽然价数较悬，同款有卖点。另外，亲像林铁的福心号，佮因为伫国际有名的景点阿里山，连要定一位拢真歹定。建议观光列车伫长远的经营，卖当有留名也互国际旅客来有用，卖当和国际有名的铁道合作，甲台湾的铁路观光推向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甲镜头来去法国，伫台湾若是要看表演，拢是爱去剧场，无就是文化中心。也毋过伫法国巴黎公园内底，因市政府拢有起这剧场，互剧团表演者通伫公园内底表演，嘛互法国人的生活中不时拢会当接触到艺术。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大都市，在这款大型公园内底，通常拢有一个剧场。像讲，若伫咧拜三下晡，这个小学抑个幼稚园囡仔下晡无课的时间，真侪家长就会带囡仔做伙来看戏。戏台顶主角偷偷啊拍开朋友的箱啊，结果有鸟鼠走出来，为着要甲掠起来，直直请现场的囡仔甲伊挡出。剧中用大量的互动，互大人囡仔看甲真有趣味。表演者 Andrian 表示，巴黎因为市政府的支持，互表演者通用真低的租金，细公园内底的剧场空间演出。伊认为这是一项真重要的政策，民众来到公园就通接触到艺术。Alors, ils permettent d'avoir ces théâtres dans les parcs. Il y en a une dizaine et ça appartient à la ville de Paris. Et on essaye de moderniser de temps en temps. Et comme ça, les parents sont contents que leurs enfants voient une vraie pièce de théâtre et pas que des écrans. 演过台湾布袋戏国宝李天禄，伫咧1970年代在台湾教过一批法国的学生，后来李天禄慢慢到法国开布袋戏工作坊。所以 Andrian 的老爸菲利讲，就是迄当时接触到台湾的布袋戏，后来毋若改良红仔做卡，加入法国传统舞的布袋戏武打动作，嘛伫咧戏台顶的布景加入家己的创作，互红仔戏变甲愈有路。Et la seule critique que Maître Lee nous a donnée quand il a vu notre spectacle, c'est qu'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bagarre entre les personnages, que j'ai adapté à ces styles de marionnettes, à gaine, des bagarres taïwanaises. 菲律宾仔定定性格看戏，找找灵感，嘛加入侪侪技术性的表演方式。伊嘛表示，虽然因为时代和科技的变迁，民众对一寡艺术的关注慢慢来减少，不过透过公园的剧场和表演方式的创新甲有路化，到今仔来拢也有固定的观众。因认为这拢是维持法国红仔戏生命力的关键。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去年伫台湾东北外海捌出现正罕见的看喙鲨鱼，其实海洋保育署伫2001年对迄阵开始就透过卫星放流追踪技术，长期地追踪和研究。一发现网仔内底有寄口刷出现，研究人员赶紧将 GPS 装伫鱼池顶悬，刷到来放流追踪。海洋保育署陆续伫东部海面添2尾寄口刷装卫星装置。其实台湾海鱼，尤其是软骨鱼类，无论数量也是种类，伫咧世界上拢排居头顶。透过这项研究，咱会当知影这鱼啊主要的生活海域深度，进一步去了解要安怎甲伊保护。评估它的危险程度。濒危是不是要保育的这些政策，可以透过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订定很多保育政策的参考。海保署这3天来，拢总收到9种软骨鱼类的卫星放流数据，其中引起注目的都是寄口刷的资料。海保署表示，自1976年发现第一批寄口刷以来，全世界敢若200多笔的记录，数量真少。不过台湾就占1半以上。渔业署也伫109年公告禁捕寄口刷。海洋大学教授曾秀静讲，寄口刷也无法度列入保育类，因认为上好的办法就是为保护区。我们调查之后，知道它的出现的可能的范围，把那个区块划起来说保护区，到了季节的时候，那就不让渔民进入。这个是一个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基本上它一定会面临很大的抗争。曾秀静强调，寄口刷因为生活的区域甲渔民掠鱼的海域有顶塔，因此为保护区真具挑战。只是海洋资源消失的速度变紧，要安怎维护生态，是大家拢需要来注重关心的。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郭向昌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印尼是接发生酷鱼降价攻击人的事件，去年就179件，背后有92个人互酷鱼咬死。不过酷鱼伫当地伊是保育类的，所以若是看到嘛是袂使抬。当地人有出门去河边，即马拢爱斟酌看，敢有酷鱼出现。
穆里普拉住伫印尼索拉维西岛的庄头，去年8月伊到河边的时，互一只4公尺长的鸬鱼攻击，规身躯拢互夹着伤。苏当时伊甲红婿拼死反抗鸬鱼，落尾鸬鱼才放因煞。一直到半年了后的即马，穆里普拉的空喙有缘真明显，伊表示互鸬鱼攻击了后，一直唔敢到水边活动。Sekali tidak mau maka ke pantai, takut sekali biarpun ke belakang rumah tidak berani maka pergi, takut sekali trauma maka anak-anakku tuh kok ajak jangan kau selalu pergi di sungai, jangan pergi di belakang, pergi mancing. 印尼伫2024年发生179宗鸬鱼攻击的事件，造成92个人死亡，是全世界上济。伫这条河边，世界拢会使看到注意鸬鱼的标志。因若提防鸬鱼的攻击，也正做当地人的日常。索拉维西岛是咸水鸬鱼的原产地之一，这个鸬鱼原底伫河流活动，和人类有一段距离。不过因为真侪将树园、污水道来送废品，替使鸬鱼也就真正走入去人类的生活区域。 Khawatirnya Pak, tapi mau diapa lagi karena kan kita inilah yang kan perahu kan di pinggir sungai juga. Ya nggak apa-apa lah, yang penting kita cukup hati-hati aja. 真侪居民认为讲政府会当采取更较侪措施来保护人民的生活安全。不过按照印尼的法律，鸬鱼是受到一个程度的保护，袂当黑白台。 Buaya muara ini spesies yang memang bukan spesies yang terancam begitu ya. Itu yang satu. Nah, ketika dia dilindungi, berarti ada tata cara secara legal sebenarnya untuk mengurangi populasinya. 鸬鱼和人类的冲突已经造成真侪居民的惊吓，要安怎做才会使卖影响到生态，又搁互大家会当安心生活，这是当地政府爱解决的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8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15度；外岛11度至18度。 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万金啊！ 阿爸，毋是讲伊要去割草？啊，天还袂讲就出门啊咧！啊，即摆日头晒到昏啊，佫毋知人去转来。热天时啊，网通到，万不离拄着迄长长的，好危险咧！啊，阿爸，万金啊！哎呀喂啊，我看你了无？无呢。哦。